我叫阿猛，朋友们都说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对暗恋的女生也不敢表白。今天清晨5点 ，MG 研究所被盗，疑犯携带 K 气体病毒潜逃。该病毒会导致意识混乱，甚至融合，严重者还会死亡。哎，你的箱子！快争取时间！快，病人快不行了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我在哪儿？时钟。我手机呢？流氓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的意识空间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进来的。那我们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啊？流氓！刚才地铁上播报新闻，内容是2个小时以前 MG 研究所的 K 病毒被盗。我们乘坐的地铁3号线正好是 MG 研究所出来之后的必经路线，有人故意遗落下了一只手提箱，而且我看到有白色烟雾冒出。你的意思是白色烟雾是 K 病毒？据我所知，K 病毒会导致人意识混乱、融合甚至死亡。而且这只钟表的速度和我手表完全不一样，至少慢了10倍。如果我的手表代表外界的时间流速，那么这里就是有潜规则的小世界。你修仙小说看多了吧？刚才我听外面说了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你们几个可能都不存在了。我们的意识在同一个身体里。不存在？你是说我们都死了吗？冷静一下，我们现在是要问清楚这里怎么回事。怎么只有你坐在椅子上？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我似乎只有坐在这把椅子上才能把控这个身体。就是说，谁坐上这把椅子，谁就可以控制这个身体。没事情了，我们必须在10分钟内决定谁坐这个椅子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现在保护好这个身体的安全是我们的共同义务。我银行卡里面的存款足够我们只剩一段时间。凭什么？我也有钱，我要出去。这具身体应该有受伤，我是一名医生，请让。等价。既然是唯一的幸存者，那么最重要的不是伤势，也不是金钱，而是有可能会被灭口。犯罪心理学，如果传播病毒是一场实验，那么实验者一定会回来看实验品的结果，而我们就是实验品。